在这个西贡烈士纪念碑前默哀献花的时候，我的那个内心是十分不平静的，因为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西贡烈士纪念碑。这个烈士纪念碑是纪念这个香港的同胞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做出英勇贡献而做出的纪念。这个我认为是一个爱国主义、一个教育的一个最集中的一个体现，也体现了我们香港人民奋勇抗击外敌侵略，然后保卫祖国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所以我的感触是比较深的。西贡烈士纪念碑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抗战设施之一，对我们的生活还有日常都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我认为一共可以传达3个精神：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百折不挠的牺牲精神，还有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深化我们心目中的抗战精神，同时也不要忘记香港同胞在抗戰當中做出的貢獻。最後就是提醒大家不忘初心，腳踏實地，繼續向前。今次我哋舉辦呢個活動咧，最主要咧就係希望咧能夠帶領一班嘅青年朋友啦，佢哋嚟自唔同嘅地方，包括內地啦，同埋我哋嘅香港本地，一齊嚟到我哋烈士紀念碑呢度咧，了解我哋過去先烈嘅歷史啦，同埋亦都能夠咧做到一個文化嘅傳承，令到佢哋知道咧今日幸福嘅生活來之不易。